希望五内朝年来为推升台江文化中心为骄傲，嘛见证2023年台江见证200档举办开江节感动力量，所以持续为台江发声。希望这款文化艺术的节庆，不是参像放烟火，应该是地方文化治理加国际观光的焦点。这顺当中，以日本热河内国际艺术节加颠倒天龙节作为经验。弘耀市长2026年开始个持续启动。我们第一个举例的就是我们濑户内国际艺术节、艺术季，日本还有一个爱知县，那个爱知县的一个金岛天王祭。我相信说，金岛天王祭在爱知县，它是每一年都举办。那个河港的一个船祭，能够融合历史、信仰跟水域的文化。你刚刚建议的，我们赶快成立这个筹办小组，让交给专业的来，一些学者专家来计划。如果能够在2026年那这样以后建立起3年一次的，这个也不错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开休科尼啦，因为休科尼打拢做不赢的，尤其在大标小标打拢做不赢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要来做这个，也许他们就会比较这个人力的会比较短促，所以我们会错开这个乡科年。以台江的条件加深度的文化，议员希望市府以具体行动来留下文化治理的典范，让台江每一串都音乐，每一户都艺文。台南新闻，阮籍张素维采访报道。